好，开始。歹势啊！今仔日我和朋友咧开讲，袂记诶，无注意的时间已经，连迄个时间到我拢无注意着。好，咱今仔开始读个1644年7月24。有微弱的西风打扫的天气，下晡有4只篷船对安海、平湖、淡水甲新港啊来到遮。再来40包布料，180稻米，50篮冰糖，100篮面环，10篮糖，800支鲜仔的蜡烛，20只牛，20只牛吼，第一道看到，再20只牛来，6订黄金，60担鹿仔肉，1000张鹿皮，台湾也无欠鹿皮，咱个载鹿皮来吼。150担的青硫黄吼，就是无过提炼的硫黄吼。合计做150个人，迄寡船主旧调重弹吼，旧调重弹来讲，本地学课篷船也已经要到吼，要到吼，等等一寡讲过几啊遍的代志吼。也有3只篷船出航前往西那沿海，在地层门坐80个人。入夜的时阵，一只租用的篷船对片湖满载胡椒甲丁香转来。该船的大港讲，另外一只租用的篷船和迄只公司的篷船，拢满载着货物停伫咧港外，会伫咧明仔早早起来入港。7月25，淡湿落雨的天气，有北风。早起上水迄2只篷船入来即个城堡头前，2只拢载着胡椒甲丁香，规工拢咧无用对快艇 Breskens 号迄只闪落的篷船，以及一只对片湖转来的篷船来落雨。并且收购昨昏所载来的货物，即寡货物价值无多。今仔日还阁有2只篷船来到遮，一只是对淡水载硫黄来，另外一只是对拱北毋知啥物所在吼，载鹿皮来 GOMBE 啦吼，合计做37个人。7月26，有继续吹来强烈南风。打扫的天气，除了无用对上述船只落雨以外，无重要的代志。其中一只篷船今仔日已经落雨完毕。7月27，风甲天气如同上述，中昼迄第2只组来载胡椒的篷船甲快艇 Breskens 号拢已经落雨完毕。下晡。上述 Breskens 号开始装上运回祖国的货物，以便来运往片湖去交予大船哈伦号。7月28，有强烈继续吹来的西南风，打扫好天。篷船欧兰迪亚号落雨完毕，快艇 Breskens 号也装好啊。嘛派2只租用的篷船，搁再一次航往片湖，但是因为即个港道的水涌真大吼，无法度出港。7月29，有北风打扫的天气。早起上述迄2只租用的篷船以及欧兰迪亚号拢出港入海咯。我中昼的时阵，迄只期待真久的本地学科的篷船。该动另外2只篷船来到遮，再来下日的货物：70包西菱，40篮布料，16箱红色镜菱，150包抹布，300担的白砂糖，50担的红色色料，甲80订黄金，做90个人。该船主就是上述本地学科的后生啦吼。报告讲，伊的老爸和杰森2个人，将会伫咧做军
搁派一只载着大批青丝以及其他所需求的荷尔蒙前来取代。即寡青丝是伫个丝呐，以每一担200两经文所买进的。因暗要命令快艇 Breskens 号出航前拢偏后去，甲大船哈伦号的荷尔蒙甲落来。7月30。7月30，手较长者，我来摕一下滚水来啉，稍等。滚水冷去啊！哇，这天气冷，我定兄吼，等下去摕。7月30，自从昨暗开始透风以后，半暝就对西北风，后来又搁对西南风，风力真强透来真强口来是啥刮来口来，比海水大阴的时阵，还搁悬涨2尺强风掀起大影滴到迄只暹罗篷船失落伊的鼎，弄到码头，而且损害真严重。最后飘过市镇，才会当用另外一个鼎甲停落来。迄只满载着塔门啦其他的门伊是安尼写塔务要航往偏后的快艇 Breskens 号呢。拖着伊的鼎来飘走，被风甲即个阴管的水呢，害去迄个市场附近的即个沙洲遐来靠浅，伊的台压制去，伊的小船完全损害去，伊的小艇呢失落去，要互伊搁再都浮起来以前，必须要甲所在荷尔蒙拢甲落来才有法度要挖中岛的时阵，对大港 Clays 遐知影讲，迄只租用的福州的篷船，伫咧天光的时阵，伫咧漁港附近遭难咯。毋过所有的人员，荷兰人甲新仔人拢被救起来也真担心即个篷船奥兰迪亚号含迄只对山水租用的即个篷船也会有同款的遭遇。看起来这应该是风台啦即马7月30嘛这应该是风台。因为上述即个阴管的水阮的城堡的石头所做的即个码头受到严重的损害迄寡石头互相拢就是已经松开真侪石头来陷入去地里海边的土地大量被冲走流失特别是奥兰迪亚领堡头前的海边的土地，只剩敢若8步的宽度，因此必须用相当的功夫，才有法度修复即寡海边的土地。愿上帝毋通阁再度互即种狂风大影来发作。迄个市镇呢也遭受着严重的损害，特别是该市镇的北边情况上严重。真侪海边的土地被冲走流失，互几间房屋来倒去。下晡天气开始平静落来，暗时就完全平息了。这应该是风台。有5个水手伫咧阴暗真晚来到此地，讲奥兰迪亚号甲山水的篷船拢伫渔港遐，含迄条清水溪附近遭难。下级大工 John Olofs 和 Adrian de Graffy 以及4个水手甲13个新仔人，伫个今仔日早起淹死。哇！一斗死几个啊！下级大工 John Olofs 即个名进前看几啊遍啊，搁即个 Adrian de Graff 即毋捌看过。4个水手安尼就6个13个新仔人，
加要19个吼，只干啊歹势，后壁一句话佫讲，只干啊上述这5个荷兰人甲13个希腊人有应得胜诶。所以对啦，应该是死19个啦，另外这18个是有应得胜啦吼。这个一个风台安尼真恐怖。咱来看7月31，天气已经完全平静了，但是这个港岛还阁影真大吼，并且继续透南风甲西南风。今仔日对希腊人遐知影讲。上述的恶劣的天气造成甘蔗，特别是稻米的一寡灾害，但是因为风真紧就平息，所以灾害无讲介大。好，再来背个，我来摕我的滚水。8月初一透西南风，8月敢若写到11号吼。今仔早起开始用舢板去落快艇 Breskens 河所在塘的一部分吼，以便该船会当趁着大阴会当离开迄个沙洲吼。嘛开始甲即个本地奥克的篷船所在来货物甲落来，含迄只闪落的篷船的货物吼。看到即只船顶有真侪澹气、漚气的米吼，是因为最近迄场暴风以及该船严重破漏所造成。今仔日就甲伫咧厝地和北线尾所看到吼，因为上述迄3只遭难的篷船来掩饰的希腊人甲荷兰人吼，甲因收台起来吼，伫底呢。今仔日收到对希腊的安海寄来4张批。第一张是生理人 Joseph 寄来吼，批里甲阮讲，第一回到希腊着随上北吼，到即个焦索这啥物所在？我看，讲是江西或者是江西诶饶州吼，饶州，就是讲伊一转去到希腊着随上北去订做阮所。订购的飞啊，伫预定的期限之内，一定会当送到台湾。第二张批是老爹外号叫做加西诺所寄来，甲阮讲老爷啦，应该是老爷吧，老爹 LOTIA 吼。伊甲阮讲，最近就会甲所订购的大批的布料。用接心的篷船再来处理，又搁讲将会用本地奥克的篷船，运一寡良好的西灵甲镜灵来减少伊的负担。好，减少伊的负担。第3张批是接心寄来吼，甲阮讲伊的篷船已经装好货物，无偌久就会行来处理。到时将会付清伊的负债，金额是2500尔。请阮伫即个期间有耐心来听候。第4张批是本地奥克家己寄来吼，写讲迄寡要由伊送去互田螺爷，应该是指迄个。田志良啦吼，因为自从伊转去到希腊以后，田螺爷一直拢无伫咧安海，所以呢也未交互伊。又搁写讲，先用即只小篷船载一寡精美的货物过来，即寡货物伫咧希腊真贵，又搁真好买着吼，还搁会用嘉兴迄只较大的篷船载来搁较侪的货物。毋过
无被青死，因为伤晚饲啦吼。爱搁2个月才有法度通生产再来。毋过希望所有的荷尔蒙拢会当以真好的计数来收尾吼，用来鼓励生理人温和前来等等。哦，即句话看几啊遍啊安尼，一定爱安尼搁讲一遍，讲爱用较好的计数甲尾安尼。8月初2有继续吹来南风，打扫好天，抑搁你无用落迄只暹罗芳醇甲快艇 Briskens 和顶头的荷尔蒙，切盼就是亲切盼望啦吼，阴暗会当将这2只船拖入去深水吼。我中昼的时阵有4只芳醇出航前龙淡水交易流园，顺线油公司来付款，互即寡船只装运合计是1000桶。各胎各精胎的即个石盒去遐来建造伫遐的碉堡，愿万能的上帝保守伊一路平安，互伊比迄只食心的芳醇更较幸运吼。8月初3，风甲天气如同上述，今仔日还阁你无用落快艇 Briskens 和顶头的荷尔蒙，并且试你甲即个对于即个沙洲甲拖入去清水吼，是有一点进展，但是还未完全成功。希望明仔载会成功。今仔日有下日的船只出航，就是1只航王平湖，4只载着地层门航王西南沿海，合计坐200个人。8月初4，游园有西南风继续吹来，打扫的天。今仔日2只租用的西南人的芳醇出航前往平湖，要去落迄个大船哦。等下，我手机啊要无电啦。刚才有看一下无？剩5拍尔。登去都毋知。好。今仔日早起2只租用的西南人的芳醇出航前往平湖，要去落大船哈伦河顶头的荷尔蒙。还有1只载着400桶的石盒出航前往淡水，要挖到的时阵，快艇 Briskens 和费真大的功夫，完全甲所在荷尔蒙甲落了后，总算阁浮起来吼。该船伫要暗仔就来挖即个栈桥，以便明仔载阁再甲要送去互上述哈伦号的糖甲其他荷尔蒙甲装上船。今仔日有即只写安尼看无解有。哦，看有，伊即嘛讲甲物件拢落来，迄只叫做 Briskens 号，但是伊是要去送去互哈伦吼。今仔日有2只小芳醇前往西南沿海，再有鹿仔肉、咸鱼甲一寡打的蚵仔，做102个人。8月初5无用着为快艇 Briskens 号咧装好，也还阁对迄只掠着的芳醇，就是迄只暹罗的芳醇咧落好。即个拖就延前真久啦吼，因为所有荷尔蒙拢必须要对市场后面再运来即个城堡遮。8月初6。透西南西风，打扫的天气。今仔日快艇 Briskens 又搁再次装满荷尔蒙吼，但是也无法度伫明仔载出航前往平湖，因为伊的鼎欠2个，一个是伫迄个暴风中失落去，抑搁必须要去甲浮起来；而另外一个是伫咧最浅的时阵，发现是带伫咧土里飞袂出来。
必须爱伫个水淹起来时阵，用船的气力吼，甲用船的即个力量来甲拖起来。这等到明仔载吼，今仔日有2只篷船出航前往南方去载新茶，坐20个人，邀2只篷船对安海到遮，再来70多米，一只是对平湖到遮，再来40多米，坐22个人。8月初7，上午上出迄只快艇 Breskens 号费真大功夫才找到伊的2个鼎。下晡有2只小篷船对安海来到遮，带来本条克和山水所写来2张批。批里甲阮讲，遮新的篷船确实将会伫8天到10天内，会对安海航来取缔。不过因为因国王的即个气势吼，国王的个性，伫西南的道路发生真大的困难甲危险，而且所有的商品，特别是丝，拢变甲真贵吼。因此，阮必须爱想到即代志，爱想到即啦吼。对所有的商品，拢爱比以前搁较悬的价销来支付。此外，还阁2只小篷船来到遮。一只对厦门，一只是对金门来，再来70担的拍刀，210多米，80担盐61捆茶帮，以及坐69个人。8月初8有西南西风，大扫好天。今仔日早起，快艇 Breskens 号趁着退流海水退流，顺利出港，航往北方，中昼就已经驶出世界。今仔日用本地客篷船所载来的货物已经协购完毕。迄寡黄金甲丝货所支付的金额是25000里尔。9月初9，毋是歹势，8月初9，有西北风，大扫好天。下晡看见南方海上有一只荷兰船航来，该船因为风力微弱，又搁当日退流，所以沿岸犹搁伫远远的海上。8月10号，早起又搁看见迄第2只荷兰船，该当一只快湖船 （QUEL） 快湖船，一只小船甲一只篷船来到港外。即寡船只同齐伫下晡又派出去的即个领港船，顺利甲因带入港内。看到正如昨昏所要的第一只是便队船卡贝耶号，第二只是比尔号。长官 Francois Garon 阁下坐该船来到遮，伊暗暝都要来来起山休困，伊的行李嘛搬到洛江咯。8月11。稍等下。8月12，今仔日早起，长官 Francois Caron 召开佛罗摩萨会议会开会，伊宣读所查来总督安托尼奥·万迪门阁下所予伊的委任状以后，全部的政府人员以及其附属人员，拢由雷麦勒阁下来带领，遵照礼仪上述卡隆阁下来施执。过来嘛是换本，但是嘛是8月，我看下，8月初9。8月初9吼，倒头拄则读到8月12，台新闻个8月初9吼，换一本啦吼。标题是东印度议会议员 Francois Caron，率领大船 Vrede 号、Swartenbier 号、快湖船 Hassewin 号以及迄只大
大年仔港船对巴达维亚航往台湾的日子1644年8月9号到11月15号所以咧，咱即马等于是搁看另外一本日子另外一本日子，这主要是新的即个长官孙领大船伊拄则我著念即三只大船航往台湾的日子，所以这拢应该毋是伫台湾啦咱来看，1644年8月，佮跳转去8月对8月8，伫比对船 Swarton 比尔号顶头，8月初9，黎明看见打狗的冤夹伫阮的东北方6里的所在，有西南微风，要暗仔越过该冤夹1里半了后，看见热兰野城堡伫咧西北方，并且看见前方有一只船，看起来也是要航往台湾的。8月10号，透早吹起东南风，所以就探风沿岸航行，水深10潜到11潜。上午就到台湾水道西边，停泊伫咧8潜半的所在，伫遐逗留约2点钟了后，停候退留，停候迄个海水淹起来涨潮啦，中调，中调了，长官就坐上哈西运号，伫咧中昼过无偌久，入港来到即个城堡头前。以后无偌久呢 ，Swarton 比尔号以及上述迄只篷船就是比雷船较尾的号啦上述迄只船伊变做是较尾的号，来自暹罗，也已经到上述的码头。俄罗感谢万能的上帝，伊互阮即撮旅程遮尔紧而且顺利。阿免。长官接受议长兰马雷以及其他公司职员的欢迎了后，伊随甲议员去视察所有的堡垒、房屋甲徛家，内外上下去视察并且依序听取公司职员甲属民有关公司状况的各种报告。即摆咱讲即个人，啥物人是即个新的长官啦好，今仔日就安尼过去，也袂当做其他的代志。伊阁下的就任仪式要延到明仔载来举行。迄时着安尼写到遮，那时即安尼。后壁毋知啥物物件。8月11号。啉遮茶。9:15。哎呀，我袂记咧甲迄个直播的迄个 link 打去。其实无打也袂要紧啦，需要我则打大家用听就好啊。我有打伫咧切。你有看到？所以你看会到即个 YouTube 的直播？有啊。好，安尼好。只不过无放喺顶悬诶，所以放伫顶悬。安尼，安尼我甲打去。Copy。Pin link。OK。
好8月11号，吼，这个新长官的日子啦，吼，咱来看。早起7点，议会议员同僚被调职，上述的长官遵照总督阁下命令，出示伊随身所载来的委任状，由秘书伫议会内来宣读。Maximilian Lemaire 的任務，即是 Maximilian Lemaire 是应该是迄个議長吧，並且安排一切要互伊閣下按照慣例公開就職的所有準備工作，就是即個議會議長安排即寡啦吼，即寡工作，一切準備就緒了後，士兵武裝。甲其他公司職員以及真濟新仔人來聚集佇長官的字體頭前，聚集了如述伊閣下，就是講過幾啊遍的伊閣下，即個伊閣下應該是即個長官吧。該黨議長甲全體議員陸續對該房屋出來，迄時。秘書閣再一次宣讀上述委任狀，並且解讀所有荷蘭居民以前對雷麥的閣下，就是迄個雷麥的是迄個議長嘛吼，對雷麥的閣下效忠的誓約，重新規矩來長官 Francois Caron 來發誓，吼來就抓效忠。就像議長已經率領議員來伊閣下就抓效忠過的安尼吼，相款吼，因就是安尼做。這一切辦完了後，長官就該動上述議員，閣再轉去，這議員是伊個複數吼，複數吼。長官就該動上述的議員們，閣再轉去。通常的會議廳，佇遐公司所有重要職員輪流來伊閣下祝賀。即寡人離開了後，議長將即個城堡頂頭甲下面的鎖匙以及倉庫頂厝的鎖匙來交予伊閣下，並且將公司全部職員以及屬民來移交予伊，一切按照總督閣下命令的方式確實辦理。此外，決議對暹羅要航往江南，被迄隻大船哈倫號佇個前來處地途中所截留帶來處地迄隻篷船，長就是迄隻佇個暹羅掠到的篷船啦吼。要遵照總督閣下的命令宣布船號是戰利品，但是迄寡人員如果認為是可行啦吼。迄寡人員將會佇個適當的時機送往巴達比亞去拯救釋放，並且一直決議對江南要航往日本，被長官用大船 Verde 號，進前攏寫做 Verde 是嘛？迄個 Verde 吼，進前攏讀做 VERDE， 結果即嘛今仔日即篇攏寫 VREDE 吼。被長官用大船 Verde 號逮捕來處的另外一隻篷船，也將會甲船號據為戰利品吼，家己沒收啦，收甲家己暗崁吼。但是迄寡新仔人將會該釋放，詳情記載佇即一天的決議錄。今仔日，迄兩隻公司租用的篷船對偏烏。滿載護照轉來處地，並且甲迄隻大船哈倫號的主管的內批查轉來，甲阮講，頂個月7月30號，看見一隻篷船，調佇 Nordergate 東邊的岩石邊，懸來客佇個大地上。過兩日就是本月初一。有一個新仔人來因遐來講，
迄只庞船载有100个西班牙人甲30个希腊人，但是因派人坐船去到该船边仔的时阵，发现该船是一只暹罗的庞船，船顶有暹罗国王派往日本的4个树神使臣啊大使迄日使树神，因炮冤讲受到希腊人真多的骚扰，骚扰，并且偷走因几项物件。该庞船载有157人，其中有20人是伫咧靠浅的时阵落水淹死。有一个装着暹罗国王要送去予日本皇帝书信的细鸭仔，有一个细鸭仔，因为因的恳求要来甲保留上述主管请示命令，爱如何对待迄寡暹罗人。详情记载伫上述的书信顶头有讲过迄个书信顶头讲过意思，一个装着暹罗国王要送去予日本皇帝的书信的小鸭仔，因为因的恳求来互因保管。上述主管请示命令，爱如何对待迄寡暹罗人？详情记载伫上述书信。对此，今仔日立即答复讲，为着要设法阻止希腊人对因，就是迄寡暹罗人所有的骚扰。也爱阻止我方的人对因的骚扰，毋通，但是无表示讲阮对因的遭遇有任何的认捌，所以要甲一切发生的代志拢表现甲是敢若亲像因家己处理的目的是伫即寡希腊人来阮恳求用另外一只航船前往日本的时阵，袂造成介侪麻烦等等。9:24，看一下8:12的内容8:12嘛是落长了应该是读袂了呢。6分钟后应该会使我甲读过。8:12早起好天，下晡上述迄只船来入港，是对坎保迪亚努斯特号。该船的主管报告讲，顶个月7月21号停泊伫咧坎保迪亚迄条河呢的 Musquitgat， 迄暗约伫咧天光前3点钟，看见真侪各种的船。其中有几只荷兰船，就派因的小船配备拖动，前往查看，去到迄附近，就明抢一险，并且因来话话啦却无回答，因此感觉真可疑，所以就回航。因咧摇讲，迄一定是坎保迪亚海军舰队其中有阮被夺取的船，因此因嘛随准备备战而且甲即个庞龙扭起来油庞丢庞啦迄时渐渐的迄个黎明黎明那是黎明，应该是黎明吧。我查一下监理点。好，黎明的黎读做黎黎明。迄时逐渐黎明，看见迄个兵力。有不计其数的庞船甲其他的船只，还佫有比对船 Orange 本号含快艇 Luswich 号，因为对方来势遐尔猛
因只好甲即个艇扑长起航。虽然如此，对方3只河船随赶瓦来到船边，其中一只大诶弯砍船满载着士兵甲三四门大炮。迄寡大炮射击了因诶台，而且每个射箭滴到船里，插入去像野地诶草遐尼多诶箭。读到爱困，佫啥毋知读到倒位。看见迄个兵力有不计其数诶篷船，甲其他船只，还佫边对船 Orange 本号含迄快艇Ryswick 号，因为对方来势遐尼猛，因只好甲艇先扑长起航。虽然如此，对方3只河船真紧就来到船边，其中一只大船叫做瓦坎号。毋是一只大船即种船叫做瓦坎满载着士兵甲3、4门大炮，用迄寡大炮射断了因的台，而且每日射击滴到船里，插入去像野地里诶草遐尼多诶即个箭。伫即个当中，我方诶人也极力抵抗。射断迄只船真侪人诶篷船诶船首、船头啦互伤亡诶人诶血会当像水安尼对甲邦诶排水孔来流出来，甲迄只篷船撒开船舷，迄寡士兵跳入去水里。另外一只篷船已经甲号点倒，用该船的铁钩去交着该厝，去交着即个船舷船舷啦但因为无意猛烈射击，也将敌解脱，并且甲该船甲另外3只篷船来破空沉了迄时被夺取的 Orange 本号以及国王亲自开动伊的某和母亲伫个船顶的迄只快艇 Ryswick 号因来挖起来。虽然上司Ryswick 号无来因的即个边仔。也同款被因3、4发大炮射击，射穿船体啦该船因利用第二站的篷啦方帆8:30啊，读到遮好啦，落长今仔即天8:12即工读无了读到中即个偏好英语录遮读到即个船主，咱即个荷兰的船长因为看这船长用啥物方法来互船漂航。好，安尼咱今仔日到遮啦芭比，我看嘛，芭比好，无啦好，到遮多谢多谢大家，感谢，明仔载继续明仔载感谢一下喽。